认识台湾有1500人抽到抢冻认证。18年前，台湾也有的抢冻人协会来服务朋友同家属，不过一直无嘛受到注意。一直到去年呢，对外国开始嘅病痛挑战引起全世界嘅讨论，社会大众也开始关心抢冻人的朋友。协会一下嘅目标为7000万元，系往年嘅3倍按多。抢冻认证一个片名按到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 （ALS） 是一种运动神经炎疾病，意思会非常清楚，不过人生会天天的萎缩无力，连沟通都会有困难。对朋友对路卡人如系个荣耀嘅事情哦。继续来看下咱个朋友嘅状况，了解抢冻人的需求。1、2、3。2年前，有当到有名的人，老冰冰凉凉的水，在台湾后连贯下，这个只听3位朋友来沙定安尼做，睇睇影片点样路方变传来传去，带出动人没想我来挑战病痛。I'm here to join the people bringing attention to Lou Gehrig's disease by taking the ALS Ice Bucket Challenge. I'm going to challenge 3 more people: Elon Musk. 人生你咪病水，就像系减病用嘅，用安尼感受，爱呼吁大家来关心抢冻人。台湾抢冻人协会每忙着从安尼由按冻人地得到按冻人的天数。过去的2、3千个的那个小额捐款的这种捐赠人，到去年的那个冰桶挑战的话的捐款人的人数的话，高达4万人。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是对渐冻人协会是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注意。抢冻人因在运动神经功能受到损害，平日规身内会天天的无力，让太太也都忐忑，吃东西唔得，前面连话都讲唔出来，差唔多3、5年呢，天天呢气就会跳唔出来。这个病当然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告5大重大疾病之一，也是算是最辛苦的一个。因为主要就是说头脑很清楚，感觉都正常，但是慢慢运动神经慢慢退化，所以这人变成就是说你感觉很清楚，但是躺在那边一辈子都不能动。然而，俺来到为抢冻人朋友黄松平的国下，发片的10年需要做出目的的，一下佢抢出有数的颜色纸，还有点个欠流出。故说而终以后马街哈哈都会一直念到天数。我们丽达还没来的时候，他就单独照顾我将近快4年了。照顾我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他想要到哪里去，他都没有办法去，是这样子。所以我本身被禁锢了，无形中我太太照顾我的人也被禁锢住了。以前我不知道弄那个宽子啦、风信器啦，我都不知道啊。然后太太那个什么告诉我很多很多，告诉我。丽娜照顾黄松平2年呢，虽然旁强无家人的负担，不过照顾抢冻人朋友24点钟都走唔开脚，一道看护都做唔够。这个工作是太辛苦。目前我们协会是有补助的话，1个月30天只补助1天，然后呢，我们1年才补助12天，那1天的话要2200多块钱。那这样子的话，1年的话补助每一个这个病友的话，也需要花到2万多块。那如果我们的病友如果是300多个400个的话，我们1年的光这个费用也高达600、700万这样。不得不接受，对，就是知道这个病的过程，我们会恐慌，会无助、无奈。有时存无奈去，有脚行无路，真见动物可以行到4门7路。故说天从爱用人来照顾，爱用人来做伴。平日还会看硬场的为了面对，当初前呢来接受治疗。这个病，如果你直接讲无药可医，那你说癌症也是无药可医那这样讲是不对的。那事实上，
必须那个世界神经学会的准则。其实第一个它有药，从1995年到现在有一个药叫瑞利德，那我们做研究也证明这个药确实是可以延缓它的退化。那全世界其实先进国家也都在研究，台湾也在研究新药。我们在有一个叫疾病支持的一个计划。我们这个计划呢，就是提供病友他在确诊之后，然后我们就会找一些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呼吸治疗师、营养师心理治疗师来帮助他度过这个生病的这段时间。用其指导较好的低保卡照顾的方式。有限优下医疗资源来天数，王松平低保卡没得到以后的照顾。因为王先生哈，伊个 ALS 的偏方啦哈，其实在那个健保的呼吸照护计划里面是算第4阶的呼吸照护病人哈。意思是讲，其实在家里他可以使用呼吸器这也是一个健保的这个医疗资源的一个整合啦。所以安尼病人有医生要来看，定期来看。我喜欢打那个去外面呢，身体比较好。如果在家里在家里看什么？看电视啊，对不对？也下王松平要准备出去参加协会办的音乐会，心情要保持平和，放弃来面对人群，也咪系协会照顾病友的一部分。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你知道？因为有很多的病友，他的身体状况比我更差，那我就想说，既然我还能够走出去，我有机会走出去，我就尽量走出去，是这样，然后看看一些朋友，关怀一些病友。也是给他们一些鼓励跟打气。兄弟老一条朋友关铁一扇门，王松平东山忙的打开南外一扇窗的门，无听错到前面每场村到孟主任和天同的的，不过所有机会，佢就行出去同人告白，唔甘愿就安呢，看见天光，等到蒙雾，佢要看行周围的暗东马街。